再一次係恭喜 Amy 咧，就係帶領咗咁重要嘅活動咧10週年嘅慶典。又多謝大會嘅邀請咧，我哋今日係能夠一齊去分享。剛才咧在座嘅嘉賓咧，演講嘉賓都講到香港嗰個嘅係大學發展咧，同我哋嘅人才嘅培訓配對嘅重要關係。作為香港打造成為一個國際教育樞紐咧，本人嘅愚見就覺得其中一個重中之重咧，我哋大學嘅教育應該係多元化嘅提供。當然我哋都好支持政府政策咧，逐步咧向住咧嗰個應科方面嘅大學發展。但係我哋同樣地咧都知道，剛才啲年青人我哋分享咧，特別係年少嘅時候咧，選擇嗰個職業導向咧未必咁清楚。甚至我哋回應翻自己係年少啲嘅時候去選科咧，都未必係想到係會點發展法嘅。我開頭諗住做一個中學嘅 history 嘅老師，但係今日發生嘅事都唔係咁樣，所以我覺得大學嗰個嘅係規劃咧，俾我學生咧一個嘅係學習體驗，最重要就係幫助學生學得係全面。所以我哋好喺陳教授我哋嘅博雅教育嘅鼻祖之前咧，我係懷住謙卑嘅心，我都係對於博雅教育係非常之相信。亦覺得喺香港大學嘅發展嘅唔同嘅狀態下邊咧，當然我哋有頂尖嘅以研究型嘅係大學，同樣地我哋好相信咧，需要有個係重視全人發展，對學生咧係關懷嘅備至嘅大學，就係博雅嗰種嘅情況。簡單同大家分享啦，我今晚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即係其實點樣喺大學裏邊推動咧嗰個嘅生涯規劃係透過一個嘅跨代共融嘅一啲嘅學習情景，係培育個學生咧能夠有全人發展。特別今日好多個提到咧，其實好多嘅專業出嚟咧，唔一定個專業係受嗰個嘅係僱主揀我哋嘅畢業生嘅唯一嘅選擇，最重要僱主就揀一啲叫做係 generic outcomes。好多成日講緊有啲嘅全球嘅調查，問啲全球嘅大公司、大僱主咧請學生嘅最重要嘅幾項嘅係條件咧，都係講佢哋嘅解難能力啊、溝通能力啊、特別佢哋嗰個嘅係分析能力啊，特別更重要咧就係與人咧係交處能力。呢啲同佢哋嗰個嘅本科學習嗰個叫做 hard knowledge 嘅關係咧，未必成為最重要嘅選擇。喺咁嘅背景下邊，作為大學啦，咁係分工嘅，因此咧我哋就係簡單嘅分享咧博雅教育咯，我覺得仍然佢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因為恒生大學咧就係一個嘅比較獨特嘅教學模式嘅博雅加專業，意思就係咩咧？將做人同埋做事咧放埋一個整全體。我哋好希望透過呢個咁嘅情景裏邊咧，幫助學生咧去面對未來嘅發展。特別講到係人口老化，剛才陳教授講到，其實未來嘅年青人咧，你喜歡一唔喜歡咧，你都面對一班嘅老人家，包括埋我啦，係咪？咁呢班老人咧，佢嘅需求好唔同嘅，但係佢創造好多嘅係場景咧，係俾你嘅職涯嘅發展。咁我哋喺大學裏邊見到人口越嚟越多嘅老化，其實好多嘅機會咧，俾我哋去發展呢啲咁嘅機會。特別我想係簡單講咧，就係喺大學裏邊，我哋近呢幾年不斷推動咧，就係跨係文化，亦都係咧係跨代嘅係支援。因為我好希望咧，透過一啲嘅唔同項目咧，譬如樂齡科技嘅介紹啦，係創造好多機會俾學生學習點樣同我哋嘅老友記相處。透過呢啲嘅學習嘅情景咧，幫助我哋嘅跨代嘅關懷。因為我哋相信，剛才好多講者講到，縱然間大學好重視咧點用科技、點用 AI 幫助學生面對科技，但係科技代替唔到咧人類嗰種嘅情感交流。好簡單嘅例子，日本一個好成熟嘅係科技國家，亦都全球老化嘅一個好重要嘅係表徵體。但係樂齡科技喺當中，你問翻好多市民，樂齡科技只不過係輔助。點樣去介紹樂齡科技幫助老友記咧能夠居家安老，就係重中之重，係仍然需要情感交流，有社交嘅交流。作為一間博雅為重點嘅大學咧，我好相信就係全人教育更加重要，係幫助學生點樣同人溝通，因為有溝通嘅能力同埋關懷係社會嗰種嘅情懷咧，我覺得就係今日我哋係大學生好需要，唔單止係大學生需要，我哋在座受惠到社會發展，俾我哋今日能夠有機會受教育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回歸社會。我講個例子去結束，我知道所有時間夠啦。
當我啲學生參加呢啲嘅跨代嘅係服務嘅時候呢，有個學生同我講個例子，佢諗住一個安慰一個嘅係鰥寡嘅老人家，點知後來佢被安慰，因為呢個係年青人啱啱失戀，佢諗住安慰呢個嘅係老人家，個老人家話俾佢聽，其實咧我都好有經驗啦，係教翻佢點樣情緒管理，教翻佢點樣喺跨代嘅係傳承，更重要咧就係嗰種嘅係跨代嘅關愛。我哋呢幾年裏面推咗另一個項目咧，就係防騙，透過年青人了解係嗰個嘅理財，同老人家分享理財同埋佢係 wealth management。我諗個當中俾我個作為推動計劃嘅一個同仁咧，好大嘅鼓舞，因為無論後生嘅或者我哋嘅長者都話俾我哋聽，佢重視嘅唔係呢啲知識，重視係交流，重視係關愛。而呢個社會呢個世界嘅領袖最缺乏就係對周圍嘅人嘅多了解，對多啲人嘅關懷。所以我哋係希望能夠一齊努力呢，係創造更多機會啦，幫我哋年青人呢能夠成為咗係關愛嘅領袖。恒生大學好希望咧，透過呢個嘅博雅教育同埋專業教育嘅結合呢，能夠幫到我哋學生學得更好，去關心社會。恒心博學創新就係希望我哋一齊去努力，為香港為國家呢創造更好嘅環境。將來我哋嘅年青人能夠係頂天立地，係個 caring professionals。多謝大家。